高雄一间贵金属公司，昨有真侪民众是去排队讲要来买银条，因为最近金银的价格拢有落，特别是银，顶礼拜五是落超过3成。不过专家就表示讲，金仔找啥搁起来，也认为美国甲伊朗等等这国际冲突也未解决进程，金银的价格拢会继续起。贵金属公司门口真侪民众伫排队等待叫号，要入去买银条。白云顶礼拜五一天大落超过30%。高雄一间贵金属公司初时要卖1批银条，有真侪民众进来抢买。算是第一市场行情，所以觉得有一个价差然后现在又是个趋势，所以才会来这边排队。最近有关注到那个贵金属的价格这样子，然后想说可以买一些来投资。由瑞士贵金属制造商制作的银条，一公斤卖价是107000外。疫情了后，黄金甲白银的价格一直起，袂少民众买来卖互钱保起，也是避险。不过最近受到市场避险的情绪较低，川普提名联准会前理事华许出任下一任主席这因素影响，造成黄金甲白银的价格出现真大的波动，有部分的金仔店是较保守。现在白银大家不，有的人都不卖啦，像我都说起来，我都不卖，上次卖了就买不回来了。我上个月才卖了8万多块而已，现在10几万了。第是柜内底金色真多，业者讲黄金虽然顶礼拜也大60%，也毋过单价较悬，较少人问。投资专家是讲黄金找衫已经有明显的起势，因为美伊的冲突也是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也未缓解，加上国际不时出现地缘的政治风暴，也是会有这个避险的需求。大型国家的央行还有新兴市场央行持续的去购买黄金来当做分散性央行储备的一些标的。那这个趋势目前来看的话，应该还是继续的延续下去。那央行的买盘就会让金价维持在相对高档，会带动白银的涨势。专家认为黄金甲白银依然继续行悬的可能性，不过也提醒投资有一定风险，无建议一摆甲真实资金全部伫特定的时间拢甲伊买落去。上好是看价时阵分配买入来，对整体投资的效益可能是较理想。记者综合报道。